當耶穌基督復活後40日與門徒同行，講論天國嘅奧秘，最後喺橄欖山上被接升天。嗰一刻並唔係歷史嘅尾聲，而係救贖歷史邁入新階段嘅鐘聲。自升天之後，時間已被神聖地重新定義，唔係單純嘅日夜循環，而係末世嘅倒數。呢個並唔係宿命式嘅終結預言，而係神藉住基督揭示嘅時代交替，舊造逐漸退場，新天新地正隱隱顯露。聖經嘅視覺中，末世唔係單一時間點嘅爆裂，而係一種持續嘅過程。使徒行傳開篇嘅升天記載，與啟示錄末尾嘅看啊，我必快來，首尾呼應，好似一個從已然至未然嘅公營弧度。升天後，聖靈降臨，教會誕生。呢個就係末世時代嘅起始記號。換言之，基督唔喺地上以肉身停留，卻喺聖靈中臨在於信徒群體。而呢個就係末世初啟嘅核心奧秘，世界嘅計時從此展開。若從靈性嘅角度理解，末世並唔係恐慌嘅代名詞，而係提醒人心回歸嘅鐘聲。當人被提醒世界的樣子將要改變，其實係召喚靈魂醒覺，放下將今生視為終局嘅執迷，重新辨認生命嘅永恆來源。呢條回歸之路，既唔係抽離世界嘅逃避，亦唔係全然投入現世嘅放縱，而係在世卻不屬世嘅行走，以愛修復破碎，以真理抵抗虛妄，以盼望承擔苦難。宗教層面上，末世意識既塑造咗信仰嘅緊迫感，亦成為群體倫理嘅依據。基督徒被召，唔係消極等待審判，而係積極活出新造嘅記號。教會嘅敬拜與聖餐，提醒我哋歷史雖然喺度倒數，卻仍充滿恩典嘅臨在。社會嘅參與同憐憫，顯明信徒嘅責任，唔係預測日子，而係讓將來的國在當下有微光顯現。喺生活嘅層面，意味住我哋對時間嘅態度被徹底翻轉。升天後嘅世界已經計時，因此日常唔再係冇意義嘅重複，而係嵌入喺神聖時序中嘅回應。一次誠實嘅選擇，一個憐憫嘅舉動，一句安慰嘅言語，都唔單止係片刻嘅行為，而係末世進程中嘅參與。時間唔再只係流逝，而係承載永恆嘅器皿。
末世嘅計時唔係毀滅嘅暗示，而係光嘅約定。當我哋意識到時代正走向成全，就會懂得最重要嘅唔係去推算還剩多久，而係把握現在如何。耶穌升天，聖靈臨在，末世已然啟動，而我哋嘅生命正係喺倒數之鐘上嘅每一次跳動。唯有回歸造物主，回到那起初的光，人才能在末世的流沙中觸摸到永恆的堅實。